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2月8号要分享的是为我们征战的上主，为咱征战的上主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第10章1到11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不要怕他们，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了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抵挡你。约书亚记10章第8节。迦南地南方5个亚摩利王听到由于基遍与以色列立约的消息，他们生怕担心引起骨牌效应，其他人会仿效基遍。基遍是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，将成为以色列向南方扩张的跳板。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，所以亚摩利这5个王生怕这样的一个效应，其他地区的人也会学习基遍，陆续与以色列人来立约，所以他们就结盟起来，要来攻打基遍。面临联合军队攻击的基遍呢，他就派人请求约书亚来救援保护他们。因为之前他们用计谋来骗取这样的一个立约，虽然以色列人被基遍欺骗而立下了这个约定，但是他们想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，所以按照约定呢，以色列有保护属地的责任。所以约书亚他就派兵来援助基遍，趁着黑暗的时候突袭5王的联军。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的秘诀，就是要倚靠上帝的大能，相信他能改变及主导一切的战局。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，作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他并没有发出作战这样的一个战术的指导，他只是发出一道命令。这一道命令非常的简单，只是提醒约书亚留意，在他被召时所听到上主对他所说的那一句话的意思：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上帝并不是随便对约书亚说说而已，他是信实的上帝，所以他言出必行。显然呢，这一次约书亚他汲取了前面的教训，他事先的求问这位上主，而不自作主张。那上帝也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来帮助以色列人，他先是叫敌人未战之前就惊慌失措，然后又降下大冰雹来杀害这一些的亚摩利人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，然后在他们的身上直降到亚西加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，被冰雹打死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呢。我们来想想大冰雹约重1斤呢，那从天而降，哇，那个不得了。
从下伯和伦降至亚西加，被冰雹打死的更多，但没有伤害一个以色列人。哇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啊！我想这是上帝最早所发射的导弹，就精准的只打中亚摩利人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哦，弟兄姐妹。当上帝要动工的时候，无人能挡。那我们接着看见以色列人援助基遍人，那约书亚一举歼灭了5个王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美意啊，以色列人不用一个一个去攻打他们，会耗费好多的时间跟精力。那么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帮助之下，从天而降的冰雹，然后上帝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获得空前的胜利。我们来默想，在以色列与武王的征战当中，上主一路降大冰雹来击打敌人，被冰雹打死的人比被以色列军杀死的还要多。对此神迹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行神迹的神，在绝望中赐下你的盼望。你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实在的，因为你是信实，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使我们经历奇妙的作为。祈求你帮助我们，不管是在任何环境，我们都能够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